OK，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这个粤语练习。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新闻媒体跟政府单位方面的主题。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练习的方法。你们平时自己刷视频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些关于粤语的方面的那些短片，然后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相当于是把粤语融入自己的生活，就会更好的学习。然后流程的话，就是按照最新改版的流程，就是首先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跟读的练习，第二部分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有一个15到20分钟的开麦的练习。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嘛。然后每一个那个单词跟短句我就会重复3次，然后想要练习的同学就可以直接开麦跟着练习，后我可以纠正一下，或者是自己闭麦练习也可以。呃，記者是記者，記者，記者。娛樂記者，是娛記，娛記，娛記。呃，那位記者正在報道突發新聞，嗰位記者報道緊單 breaking news，嗰位記者報道緊單 breaking news，嗰位記者報道緊單 breaking news。採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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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採訪，接受採訪，接受採訪，接受採訪。那位演員很少接受媒體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媒體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媒體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媒體採訪。直播，直播，直播，直播。看直播，睇直播，睇直播，睇直播。今晚的頒獎典禮有電視直播，今晚個頒獎典禮電視有直播，今晚個頒獎典禮電視有直播，今晚個頒獎典禮電視有直播。頭條，頭條，頭條，頭條。上頭條，上頭條，上頭條，上頭條。這則醜聞明天肯定會上頭條。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宣布了新的防疫措施。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
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政策、政策，實施政策，落實政策，落實政策，落實政策。這項新政策對市民有什麼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嘢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護照，申請 passport，申請 passport，申請 passport。你需要填寫這份申請表格。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你要填咗。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報考公務員，考公務員，考公務員，考公務員。他是一名盡責的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有同學是覺得哪個比較不熟悉的，可以提出來，然後我再重複一次也可以的。如果有的話，可以直接開麥說一下，然後我再示範一下，然後糾正一下也可以的。就關於這幾個單詞跟短句，如果有想看一下自己發音對不對的話，可以直接開麥，然後我示範一下，然後看一下你的發音。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們就開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直接開麥交流就好了，針對今天的這個主題，然後自由發揮、自由交流就可以。然後有想開麥的同學直接開麥，然後我們就可以對話一下。Hello，我嚟。Hello，Leo，我嚟。Hello，Hello。Hello，聲音有點小，聽到啊？聲啲嗰個音量有啲細啊。而家可以未？依家可以，而家咧，依家可以，依家可以。咁我哋開始啦。好啊。咁你係想傾新聞媒體方面嘅，就係政府部門方面嘅？哦，政府部門，哦，政府部門。部門咁係誒，你平時會唔會會去一啲政府部？去過，我去過。你嗰邊有啲雜音啊！你嗰邊好似係有啲雜。啊，係啊，你咁巴好似卡咗。係啊，有啲唔係好清楚啊。而家咧，依家好啲，依家好啲。咁可唔可以開始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自由發好，揮啊，講啲關於政府部門嘅嘢又得，跟住或者係你想傾一啲政府部門方面嘅話題都可以啊。即係假如你今日你想去政府部門度辦事，咁你可能會遇到點樣嘅情況咁樣。我有去過，即係前排我去咗嗰司法局。
啊，司辦證司法去咗咩地方辦證？司法局，司法局係嘛？哦，司法局，司法局係啊，即係你都有去香港嘅嗰個火炭辦身份證，哦去香港火炭嗰度辦身份證。係，咁你覺我覺得得佢嘅態度都好好啊，哦嗰度真係，態度好好？嗯咁你覺得去嗰度辦證啲流程複唔複雜啊？有啲，即係我覺有啲得排咗3次隊，哦排咗3次隊。跟住先至辦完晒，我覺得好麻煩，哦排咗3次隊先辦好晒，所以有啲麻煩。係啊，咁你但係過程係好㗎，即係佢哋工作人員都好好，哦佢工作人員，你覺得佢哋態度好好？係啊，咁即係你係咪提前喺網上度預約咗先再過去㗎？係啊，好似大概我提前咗2個月先哦至可以哦，去辦，你大概提前咗可能冇2個月預約。係啊冇預約辦唔得嘅，哦冇預約就係去辦係冇辦法辦得到嘅。係啊，咁我覺得我哋法律專業嘅學生以後都成日都同嗰啲政府部門嘅工作人員打交道，係咪？哦係打交道，哦你覺得我哋學法律專業嘅同學係以後都成日要同政府部門嘅工作人員打交道？係啊，法院啊，檢察院、哦，法院、檢察法院。院啊，檢察院係，即係覺得自己而家講廣東話，覺得有啲唔順口，唔係啊，我覺得幾順口啊，解啊，覺得你講即係得幾順口啊。上星期我講得都差唔多比較好啦，即係而家呢排講得少，哦，呢排講得少，所以就覺得冇講得咁順口。係啊，你知唔知我同香港嘅政府工作人員，我哋都誒係用廣東話交流傾偈嘅，交流，即係辦事嘅時候哦，時候，你同香港嘅嗰啲工作人員交流都係用廣東話交流嘅。係啊，但係嗰陣我覺得佢哋講得好快好快，我就哦話你可唔可以唔該講慢啲？哦佢就話咁不如我講翻普通話啦，國語，哦，跟住呢？跟住你點樣講啊？跟住就不過咧有一位女士，佢話我國語唔好，即係可唔可以你聽得明？咁不如我講廣東話，你按照佢嘅指示嚟操作就好啦，即係咁樣。哦，即係佢叫你講國語，跟住幫你指示就 OK 啦。係啊，咁跟住你點講啊？其實咧，我覺得我都慢慢去講噶，因為我知道佢哋國語唔係好好啊。咁跟住你繼續同佢用廣東話交流係咪啊？係啊，但係都用啲簡單嘅詞，因為嗰陣我廣東話真係好差，咁講唔啱，咁冇所謂嘅，唔緊要嘅。講唔你出一個完整嘅句子嗰陣，講唔出一個完整嘅句子。係咁我覺得佢哋嗰啲服務人員應該都會比較耐心嘅。係啊，不過我聽即係好啊，出乎我意料嘅。係啊，不過我聽到有啲係話去街市或者買嘢嘅話，佢可能講廣東話就會唔係好有耐心。全部都有啊。我上個禮拜啱啱去咗
迪士尼玩啊，即係我覺哦得真係我第一次見到有啲香港人覺得佢哋嘅服務態度好差嘅，真係，即哦，你見到係迪士尼嗰種地方都有啊，哦，你覺得真係佢服務態度好差？諗唔到，係啊，諗唔到，佢服務態度差，具體係點樣差？嗯，即係嗰次我同我嘅 friend 啊，我哋一齊4個人，即哦係唔係要檢票咩？檢飛咩？跟住呢？即係跟住佢哋唔識講廣東話，但係我同佢講廣東話，誒嗰嗰小姐，我覺得真係我唔知點解佢就是佢撈咗，你知唔知？佢我唔知點佢佢解，佢真係點樣啊？佢點樣啊？撈咗，即係嬲啊！我撈係撈咗。佢佢點解會嬲嘅？撈，我唔知點解啊，即係莫名其妙。即係你同啲 friend 係講國語嘅，跟住你同佢講白話，跟住佢就嬲咗咁樣。係啊，佢係咪唔係好耐煩咁樣啊？可能係。係啊，我唔知係咪即係咪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嘅原因啊？係啊，但係我幫佢哋解釋咗，唉，真係我覺得大家都係中國人，唔咁係嘅，咁使佢咁樣的確啦。係的確係會遇到啲咁嘅人嘅喎，成日都。係啊，即係講翻呢個政府部門嘅人，但係我我感覺政府部門嘅人應該係一般態度會好啲喎。海關可能會兇啲，哦，海關可能會惡啲嗰啲人。係啊。你點解會咁樣覺得嘅？我有一次碰到過一次，碰到過一位男仔，真你啊？係我覺得啊，嗰次係我第一次嚟香港，唔係第一次嚟，第二次嚟，哦，係你第二次嚟，跟住呢？跟住我哋唔係冇嗰個身份證咩？我係跟哋需要去人工窗口啊，哦人工窗口。嗯，我覺得佢真係冇啲冇一啲耐心，哦冇一啲耐性。嗯，即係真係。佢講佢唔知點話，即係佢同我講國語，但係我覺得佢嘅國語唔係好標準，真係聽唔明。我我聽唔就明。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啊？我頭先聽唔清楚啊！即係我唔係話佢國語係唔標準，我真係，這個是一種委婉嘅表達。哦我其實咧，佢國語唔係好標準，但係哦佢我話你講多次，佢就嬲咗。哦，你係咪聽明中文啊？佢就咁樣同我講，哇！佢啲態度都好差喎。啊，你係咪唔識中文啊？哇！跟住你點樣答佢啊？咧其實我就話唔該你講多次啦，我唔好意思咁樣，因為我知道佢哋香港人嘅地盤啊，即係唔係我哋大陸人嘅地盤。哦，跟住你就叫佢講多次啫。係啊，咁跟住佢點樣嘅態度啊？
唔好啊。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如果遇到嗰種情況嘅話，我覺得佢哋都會投訴佢。係啊，我覺得香港佢應該係啲政府部門好容易俾人投訴嘅，即係如果係啊，態度唔好嘅話。唉，但係唔緊要啦，我覺得都冇所謂，即係邊度都有㗎。咁又係，邊度都會有啲態度唔係幾好嘅人。啊，我哋心態放平咗就好啦。哦，我哋最緊要調整到自己嘅心態。係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我覺得同你嘅感受係差唔多咯，即係就算我係講廣東話嘅，咁佢哋見到你，即係唔知佢係對所有人都態度唔係幾好啊，淨係針對話你係可能係知道你係大陸人，對你態度唔係幾好。反正有啲人佢就係的確係俾你嘅感覺就係佢對你係會啲態度冇咁好咯，即係或者啲眼神係會同即係就係唔係好友善嘅眼神咁樣嘅咯。怪唔得好多香港人白相，真係好多啊！係啊，即係有啲佢係成日會上去大陸玩嘅，咁啲可能嗰啲人佢就會對大陸人係友好啲嘅，即係有啲人呢，佢係即係可能淨係留喺香港度生活嘅，佢工作生活佢好少接觸大陸嘅，咁嗰啲人嘅話可能佢就係會更加即係戴有色眼鏡咁樣咯，係即係都係分人嘅，我覺得即係唔係話所有人都係咁嘅。啊，網上嗰啲視頻，佢哋話香港人嘅態度唔好，即係真係有時我覺得係，有時我覺得又唔係。即係具體都係要睇你遇到點樣嘅人。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單純嚟講係一個地區嘅質素問題，即係個別人嘅冇禮貌。係係同佢哋有禮貌，佢哋都同你態度唔好。係啊，我都覺得，我都係咁樣覺得，即係具體到個人咁樣嘅態度唔好咁樣咯。人品問題。係即係可能同佢嘅即係從細接受嘅家庭教育啊、學校教育啊，同埋佢身邊接觸嘅人啊，其實都有一定嘅關係嘅，都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就係咁簡單就形成到呢種咁樣嘅態度。有時我睇 IG 上邊嘅人上邊嘅香港人話大陸人冇質素。誒我哋香港人，我哋呢班香港人對你哋嘅大陸人冇禮貌，唔係冇禮貌，係服務態度唔好，係你哋大陸人冇禮貌，即係我覺得哇，即係佢有你啲人係咁你哋仲話樣。你有質素，即係點解你哋嘅服務人員真係一啲禮貌都冇？佢哋有好多人係即係以前嘅話，即係可能以前有啲大陸人過到嚟香港，可能係有啲行為啊，即係言行舉止啊，可能係唔係幾好，或者係唔係幾有公德心啊，掉垃圾，或者係係啊，要做啲唔係好好嘅行為，咁跟住佢就會戴有色眼鏡睇大陸人啊嘛，跟住長期以嚟形成咗呢種觀念之後，就覺得所有大陸人都係咁樣嘅，所以就一直都覺得大陸人佢哋嘅言行舉止唔係幾好，咁就會形成咗一種即係固有嘅思維，就係覺得大陸人就係即係唔係好文明啊咁樣咯，所以就會即係天生就係即係覺得大陸人就係會低即係會低啲咁樣咯。係啊。咁我哋都要秉持嗰種誒香港香港人一定係冇禮貌嘅。其實咧，我覺得香港人大部分都好有禮貌，即係就算係佢哋裝作，但係我都覺得裝都係一種本事嚟㗎。係啊，佢有啲呢，即係如果佢係誒接受到嘅教育啊，係比較高嘅一啲，或者佢生活質素比較高嗰啲，佢唔會表現出嚟嘅。佢可能就算係內心真係有咁嘅諗法，但係佢會隱藏起身咯。即係佢表面上同你嘅話，佢都係會保持住一種比較禮貌、比較和氣嘅相處嘅。係啊，
冇所謂啦。其實即係係就算我係大陸人，即係唔係話我係邊度人，係我係咩嘅人，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係，我覺得都你明係具體到你明唔明？你同具體到個嗰種具體嘅人相處會重要啲咯，即係你亦都冇話必要話係分類咗成個群體咁樣。但係我覺得學校入邊嘅好多多啊，好多比較好哦，學校入邊好多比較好嘅，啊，係即係我接觸過幾個你你真係唔錯。你接觸到幾個都係覺得即係對你嘅態度比較好喎。嗯，都係學生嚟㗎。哦，即係都係香港嘅學生，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哋但係平時我哋大陸人好似都唔同嗰啲香港人誒行埋一齊係咪？好似係，即係更多嘅係大陸人自己同大陸人玩啦，跟住香港人同香港人玩咁樣，我都係咁覺得會比較明大家顯。都有自己嘅圈喎。係啊，即係可能就算係講白話嘅大陸人，咁你從細接觸嘅生活啊同埋話題啊，都唔係好一樣嘅話，我覺得就可能就係即係如果你冇一啲契機啊去破冰嘅話，我覺得你就係好難會形成到交集咯。係啊，有啲人話呢種係文化差異。係，即係如果你話大家都中意運動啊，或者大家中意美食啊，咁樣因為一個活動咁樣行埋一齊嘅話就會有機會咯。但係如果你話憑空咁樣過去同人哋想人哋即係去同人哋侵埋你玩，咁我就覺得就可能有啲難度。係係誒，咁我都覺得我睇到網上有啲人話，即係佢喺香港翻工，誒香港嘅同事都係同香港同事玩嘅。哦，香港同事都係同翻香港同事玩嘅，即係就算喺度翻工。嗯，係啦。因為我諗住，如果我有機會嘅，去到香港翻工，我覺得我睇到呢種情況，我唔知有冇必要去啦。即係有冇必要覺得喺香港翻工？如果咁樣嘅話，係啊，覺得可能會感覺比較孤獨啲啦。哦，會感覺比較孤獨一啲。嗯我覺得應該係都係分人喎，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即係可能都係具體到話你自己去主動接觸多啲，即係始終係咩人咩類型嘅人都有咯，即係可能你喺嗰個工作嘅環境入邊，可能你唔一定話所有人都唔同大陸人玩嘅，咁有啲人成日都上大陸度消費啊、食嘢啊、玩啊咁嘅，嗰啲人就可能會持一啲比較開放嘅態度，咁可能同你更加可以成為朋友。哦，係，我突然諗到一個好玩嘅嘢。即係點啊？有時我哋唔係去嗰個誒呢邊呢個律政司啊，副司長啊，佢哋唔係開咗一個活動咩？哦，開咗個活動，跟住呢？我睇到嗰啲香港政府人員真係好搞笑，哦，點樣搞笑啊？佢哋搞社交啊，真係我覺得好有啲扮嘢。哦，即係點樣扮嘢？明明都係唔熟嘅，即係裝作口熟。哦，明明乜嘢話？係唔熟不熟啊？不熟顧什麼顧屬？不熟悉，哦，不熟悉，明明就是他明明不熟。們不熟，關係不熟，哦，對對對，即係佢哋唔熟，但係呢就扮到好似好熟咁樣。係唔熟，我嘅問題。哦，你睇得出嚟㗎？係啊，即係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呢種都好正常，因為
打招呼嘛，係咪？將你嘅 friend 介紹俾其他人咯。哦，咁樣。啊，揾我問個臉叔，咩混過臉熟嘅是不是我講得不好？啊？是不是我講得不清楚，還是怎麼樣？你可以用普通話說一下，就是有時候可能沒太聽清，就是沒太聽懂。對。對，因為我自己覺得就是隔着個電腦，就感覺有點感覺怪怪的，你知道嗎？哦，感覺怪怪的。混個臉熟，混個臉熟，對，哦，混個臉熟，這你就想知道他粵語是怎麼說的，是吧？這個對，怎麼說就怎麼說。混個臉熟，呃，這個一這個怎麼說？這個可以熟悉一下咯，即係可以有啲印象咁樣咯，就有個印象嘛，就係是熟悉一下有個印象，就是熟悉一下有個印象，就大概是這個意思。係咁，咁我都差唔多啦，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咁傾到呢度，你繼續加油啊！好好好啊，好啊，好，多謝多謝多謝，唔緊要，唔緊要。那我們下一個同學想要對話練習嘅話，直接開麥就可以。咁我嚟啦。哦，好啊，好啊。咁你今日想新想傾邊個 topic？新聞哦，新聞新聞媒體。係咁嗯，我唔知你你哋有冇睇哦，咗最近嘅國際新有聞啊？有啊有啊，唔係日本嗰個首相就講係反華係言。咯。係咯，日本同中國而家嘅關係唔係幾好。我琴日同朋友去咗日本，有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叫澀谷，中文係咪叫澀谷？哦哦，澀谷，係咪嗰個那個澀谷是吧？呢個名係啊，青色的色，青色係咯，係呢個地方。，OK。喺呢個地方，然後我同我朋友搭電車喺嗰個車站嘅外面睇咗好多人拉咗一條橫幅點講啊？哦，橫幅。橫幅橫幅係係咯，橫幅。橫幅係橫幅。上面咧寫咗咩咩斬首啊哦，嗰啲字，斬首啊！係啊。咁我同我朋友剛剛從佢哋附近路過，哦，你同你朋友啱啱喺附附近近路過，路過，啱啱喺嗰邊路過。係啦。咁嗰陣周圍都好吵，好好嘈，嘈。好嘈。好嘈，好嘈！我同我朋友好大聲咁講話啦。突然間我睇咗呢啲人喺度講呢件事，咁我同我朋友講：你冇講話，你冇講話啦，冇出聲啊！哦，即係即係如果即係叫你冇出聲啊！係啦，冇出聲啊！如果喺度有咩激進嘅哦，激人進嘅人，人嘅激話，進嘅人。激進嘅人嘅話，好危險，我覺得係啊，我都覺得好危險啊！係咯。佢嗰個外交部嗰邊唔係，即係中國呢邊唔係話注意安全，即係要喺日本嘅中國人注意安全，跟住就叫中國人呢邊依家暫時唔好去日本住。
係啊。啊，頭先個伊文頭先講嘅邊度嘅人有禮貌冇禮貌呢樣嘢咧，喺日本都係一樣嘅問題。哦就係前幾年咪好多人去日本旅行，哦咁有少數人哦，少數人少數人咪有質素嘅譬如話丟垃圾啊，亂丟垃圾啊，嗯好大聲講話喺公共場所哦，喺公共場所好大聲講嘢。講嘢係同埋一邊行街一邊食煙啊。哦，一邊行街一邊食煙。係喺日本都唔可以一邊行街一邊食煙啊！一邊行街一邊食煙同誒食咩？吃東西食嘢哦，啊，食嘢。係啊，但唔係每一個中國人都係咁，但如果你係外國咧，佢就會話佢睇咗一個中國人係做呢啲嘢，佢就會話啊中國人係咁嘅。哦，即係睇咗，即係一個人嘅話，就代表咗成個中國人嘅群體啦。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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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所以佢啱先講嘅話，香港人即係有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有偏見嘅話，我覺得就係即係用咗少數人嚟代替咗成個群體咯，就可能係咁樣。我覺得香港同日本都一樣，地方比較細，佢哋都有一啲規矩啊，哦就係唔係本地人都唔知呢個規矩，哦，佢唔係本地人都唔知道呢度嘅規矩嘅，規矩係啦，即係所以就例如有啲咩規矩啊？嗯。啱先講嘅食煙同食嘢嘅問題，同搭誒電梯坐電梯，哦，搭電梯會點樣？有點樣嘅規矩啊？電梯喺日本係企左邊，哦，企左邊。咁企左邊係右邊係留哦，誒留翻俾人哋。留翻俾有急事嘅人，咁樣嘅，即係同中國嗰邊調轉嚟嘅喎。係啊，日本關東係企左邊，關西係企右邊，哦，咁樣嘅。係啊，哦，咁你係點樣留意到呢樣嘢㗎？嗯，留意每次你搭電梯嘅時候，你睇咗，大家都係企左邊咯，哦，跟住如果你企咗右邊嘅話，就覺得就話你冇禮貌啦。係啊。但日本人一般都唔出聲，或者好細好小聲，好細聲。哦，日本人一般都咁係都唔出聲，或者講嘢好細聲。我真係講嘢好細聲，係啊。咁樣條街咪會比較靜咯。即係如果你係喺公共場合嘅話。我喺地鐵入面好安靜啊，哦，地鐵入邊好安靜嘅。係冇人講話，打電話都冇，哦所有人都係坐係睇緊手機啊。
書啊，睇書啊，哦，所有人都睇手機或者喺度睇書。睇書係啊，係，咁嗯，咁會唔會間唔中有人係好大聲喺度講嘢嘅？誒、其實講真，大聲講嘢嘅真係都都係中國嘅遊客，哦，中國嘅遊戲大聲講，咁嗰啲係啊，日本人咪會有意見咯，即係喺度搭地鐵嗰啲人。有意見就係用眼神，佢都唔出聲嘅，都用哦，眼神，哦，即係就係表現出即係你會睇到佢有啲眼神係有啲唔同嘅咁樣。係啊，係啊。其實有啲時候唔係中國人冇禮貌，其實都係規矩唔同咁，佢哋唔知日本有咩規矩嘅，咁係啊，你第一次去到嘅話，的確係唔知日本有咩規矩嘅，即係你去係啊新嘅地方，佢習慣咗喺自己嘅地方嗰度係咁樣，可能去到就會係咁樣。係啊，我爹哋媽咪嚟咗日本都係講嘢好大聲，咁喺地鐵入面啊，我就係話佢話俾佢哋知啊，你細聲啲啦。哦，咁樣係啊，咁你去到嗰個環境之下嘅話，就只能夠去適應嗰個環境，即係佢入邊嘅一啲要求咯。係啊，其實我覺得日本人無論係生活仲係做嘢啦，都好悶，好悶，好悶，好哦，好悶，好悶，係好悶。即係例如係點樣悶啊？就係氣氛好沉悶，哦，氣氛好沉係悶。好沉悶，係咯，所以覺得日本人個內心裏面唔係好健康，哦，日本日本人嘅內心唔係好健康。係啦，好壓抑哦，壓好壓抑，壓抑係啦，係壓抑。壓抑，咁咁依家即係你講啱先你提到嗰個新聞嘅時候，咁我睇到話有啲人係喺度抗議日本嘅首相講啲咁嘅言論，其實係大部分日本人都支持佢呢種言論咧，定係只有少部分人支持佢呢種言論？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中意正嘅，哦，大因部分為可能係嘛。都唔會好支持，都係唔支持呢個高市啊個首相。大部分人都唔支持。當然啦，邊個中意發生戰爭啊？哦戰爭戰爭。戰爭，咁誒咁佢，但係我睇嗰個YouTube 入邊嗰個評論區，佢話即係有百幾個人喺度抗議，但係只有百幾個人喺度抗議，所以所以證明唔係即係大部分人都即係只有少部分人係對佢講嘅呢啲嘢有意見。係啊，佢佢嗰首相佢嘅行為，我覺得好搞笑，但係哦我知佢哋都係傀儡，啊，傀儡。佢哋真係傀儡點講啊？距離豬臉啊！傀儡，呃，普通話的傀儡就哦是哦哦，傀儡傀儡。
傀儡啊，係傀儡。傀儡係啦，佢哋背後都係有資本係控制哦，佢哋背後係有資本喺度控制嘅，控制嘅，係啦，即係佢講嘅乜嘢係背後有嘢喺有嘢有人喺度操控緊佢講需要講呢啲咁嘅嘢。係咯，係啊。咁你覺得點解突然間會需要佢發表啲咁嘅言論嘅？我唔知啊，我經常諗，如果發生咩事嘅話，中國呢邊會撤僑，撤哦僑係哦，啊，中國會撤僑。撤僑。但係我而家係日本嘅房啊、車啊、我啲錢啊點算啊？係你覺得會唔會去到呢種程度啊？應該唔會啦。而家嘅時代，嗯，都唔想有戰爭啊。係，我都覺得應該唔想有戰爭嘅。係，我每日都係諗，我要唔要把錢啊買啲黃金？哦，買啲黃金。係，如果發生咩事，我點算啊？我乜都冇，係返中國之後，咁又係啊，即係要有啲叫做保障。唉，我唔知佢哋政黨哦，政政黨。政黨都嗯都係每一日都係喺度做咩啊？哦，你唔知道佢啲政黨每日都喺度做啲乜嘢？做啲乜嘢係？其實最慘嘅係最慘嘅係人民哦，人最慘嘅係人民。普通人係哦，啊，最慘嘅係普通平民。人咯，最慘嘅平係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啊，係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係啊，你打仗嘅話最慘嘅肯定係平民百姓啦，係啊，因為啲資本家係攞呢啲嚟賺錢噶嘛。基本係啊，就好似每一次煽動嗰個戰爭都係賣軍火，哦，戰爭賣軍火係啊。軍火係咯，軍火係軍火，係啊係啊。嗯，依家呢種局勢啊，對你啲工作啊、生活會唔會有啲好大嘅影響？工作同生活唔冇影響，哦，工作同生活冇影響。係啊，咁最近喺日本嘅中國遊客係咪會少咗好多？嗯，我諗係之後應該會少咗好多。哦，之後應該會少咗好多。而家，嗯，而家琴日我行街嗰陣，個遊客中國遊客誒都係好多，哦，尋日都仲係好多中國遊客。好多係，即係你去平時中嗯國遊客好多嘅地方，佢都仲係即係啲中國遊客都仲係比較多。誒而而家個歐美人哦，歐美歐美人。歐歐美人都好多，歐美人。歐美人都好多。哦，歐美人都好多，以前我住以前冇咁多。以前冇咁多，而家日本嘅印度人
咁都好咁印度人最多，哦，印度人最多。印度人最多係啊。咁嗰啲印度人係佢去咪有政府有個計劃引進哦引進50萬印度人哦引來日進本，50萬印度人。係啊，咁嗰個咁印度政策哦政誒政策係啊，政策出嚟之後，即係我覺得我周邊好多印度人，哦，即係突然間政策出咗嚟之後就突然突然間就好。係突然間就好多印度人，突然間突然間印度人，咁佢哋嚟係做啲咩工作㗎？有啲人就係同我一樣做 IT 啊，喺公司入面，哦有啲就打工做收銀，哦，有啲係收銀。係收銀喺超市啊便利店收。咁佢哋嘅工作冇要求嘅咩？即係話引進嘅呢啲人一定要做啲咩類型嘅工作先可以留低喺度做，係做咩工作都可以㗎。應該係冇要求嘅。你有合法的哦，合法嘅合身份，法嗯合法合法嘅在留哦居留，卡哦合法嘅居留權。居留權嘅係話，應該係冇要求嘅。都係如果你係便利店打工嘅話，你嘅日文日文。可能係你要是日文係哦，你要識日文。可以係便利店打工嘅哦，你要識日文先可以喺便利店打工。先至可以喺便利店打工。咁印度人識日文嘅會唔會多唔多啊？我唔知啊，哦，你唔知。我唔我冇印度人嘅朋友，我唔知你冇印度，佢哋你冇印度人嘅。日文係點樣嘅。哦，你唔知道係啦，佢日文係點樣嘅。佢哋咖喱應該好勁。哦，咁但係日本好似都食咖喱噶嘛？日本唔係都食咖喱嘅。係啦，你同佢哋身邊路過嘅時候，佢聞到好濃嘅咖喱味。哦，咁樣噶。係啊，原來係咁樣嘅。嗯，都係唔差唔多啊時間。好啊，好啊，咁我哋下次繼續練習。係，好啊。OK OK。那我們下一位同學想要練習的直接開麥就可以。Hello，Hello Hello。係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啊、早晨。they told me it's the first time to meet someone, even in the afternoon we can talk 早上. Some neighbor told me. OK。You want to talk I'm about not. the topic or On the the is actually. 我係呢度 only 3天
So 我識聽一點點，我唔識講。哦，你識聽一啲其啲，實你識聽一啲啲。唔對，一點點唔識講。 OK，我可以跟讀嗎？前面的Is 可以 that 啊，okay? 可 I 以啊，follow you 可以啊， and 可以啊。OK，好啊，From the first page. OK. 对，哦，那我先读普通话，然后你就正常跟我读就好了，就跟粤语的这样子。对，我讀，您幫我糾正可以嗎？没问题，没问题。好的，我看看我剛才記憶的情況 OK， 從 first page。OK. OK，記者，記者記者，係記者。記者，OK，語記，誒語記，預記語記。係嗰位記者報道 breaking news。哦嗰個記者報導緊單 breaking news，對係嗰個記者報道緊單 breaking news。 OK，係嗰個記者報導緊單。嗰個記者報道緊單 breaking news。 OK，誒採訪，採訪採訪，係接受採訪，接接受哦採接受接採訪接受採訪，接受接採訪接受採訪，你嗰個接字就要 close your mouth，就是接對接係接受採訪，接受採訪接受採訪。係嗰位嗰位嗰位演嗰位嗰位演員好受接受採訪傳媒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採好訪。少接受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係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傳媒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係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係傳媒採訪。傳媒直播直播係直播睇直播睇直播睇直播。係今晚嗰個頒獎，今晚個頒獎拉點拉點咩係拉點？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係就是這典禮的話，粵語的話直接就說禮就好了，就是它就是一個頒獎禮嘛，它就是相當於是頒獎典禮的意思。對。頒獎禮。係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頒獎禮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係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直播。有直播有直播，要閉嘴，這個地方直播。係 OK。頭條上頭條係上頭條。上頭條。係上頭條。呢單醜聞聽日史上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啱頭條。呢單醜聞聽日醜聞聽日上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聽日實上啱頭條。上硬頭條。上硬頭條。硬是一個語氣詞。對，是語氣詞。上硬頭條。上硬頭條。上硬頭條，嘴巴要打開一點點。對。
呢單醜聞聽日聽日上啱頭條，上係啱頭條啊！政府你可以再重複一下，就是剛剛那個句子。對，呢單醜聞聽日上啱頭條，上啱頭條。呢單醜聞，呢單醜聞聽日聽日實上硬頭條，實上啱頭條，係上硬頭條。上啱頭條，啱頭條。It's a little bit hard。對，政府啊，政府政府政府係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就你可以咧嘴嘛，就是政這個字的時候是咧嘴，政府部門係政府部門。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禦措施。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新嘅防疫措施。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新嘅防疫措施。新嘅防疫措施。係新嘅防疫措施。新嘅防疫措施。係政府宣布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係新嘅防疫措施。OK。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防疫措施。防疫防疫睇有個疫那個音防疫措施係政策。對。政策落實政策。落實政策。落實政策。係呢項新政策對食物有咩影響啊？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係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市民有咩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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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係申請 passport。係申請 passport。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係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係冇錯。公務員。係公務員。考公務員。係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係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採訪當事人。採訪，嘴巴要合攏一點點。採訪當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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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新聞稿。係發布新聞稿。跟進熱點事件。跟進熱點事件。跟進熱點事件。核實
核實信息來源。核核實信息來源，哦，核實信息來源。信息來源哦，信息來源。係冇錯，核信息實來源。核實核實信息來源核實信息來源。係來源哦，來源。核係冇錯，實信息來源。係辦理政務服務。係辦理政務哦，服務，辦理政務服務。政務政務。係辦政理政務服務。務服務，哦，辦理政務服務。發布政策通知。發布政策通知，發布政策通知。發布政策通知，發布政策通知。誒回應成文即向即誒診。誒即診。回應市回民應成文諮詢，諮詢，這個後面那個 ZEON 發詢。哦，信詢哦，回應成文即詢。回應市民諮哦，詢，市民諮詢。哦，回應市民諮詢。誒開展。開展開展專項整治。哦，治開展專項整治，哦，開展專項整治。開展專項整治，開展專項整治。誒公示審批結果。公示審批結果哦，公示審批結果。係公示審批結果，哦，公示審批結果。Thank you, thank you. 嗯嗯 We have a lot to learn. Thank you, thanks a lot. 把機會留給其他朋友。OK OK 謝 OK，謝，Thank 不客 you。氣不客氣。還有想練習的同學可以開麥，我們再跟讀一下也可以的，就是我可以跟读吗？可以啊可以啊，沒問題啊。因為我沒有任何的語言環境，然後只是在多鄰國裡自己學習過，但是沒有人能聽我是否是正確的。OK，那你跟讀一下，然後我可以把糾正一下，也可以。對，好，謝謝。啊，記者記者、啊，虞姬，虞姬，嗰個記者報導緊單 breaking news，嗰位記者係係報導緊單誒緊單 breaking news，OK，嗰位記者報導緊單 breaking news，嗰位記者，嗰位記者報導緊報導緊單單報導緊單報導緊單 breaking news，係採訪採訪接受採訪接受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係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嗰位演員好少接受傳媒採訪，係直播直播睇直播。睇直播，今晚個頒獎禮電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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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頭條頭條上頭條，上頭條，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硬頭條。
呢單醜聞聽日實上眼頭條。係政府政府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政府宣宣布布宣布宣布宣布政係府政府宣布咗新嘅防疫措施係政策政策落實政策。落實政策。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呢項新政策對市民有咩影響？影響影響係申請申請申請 passport。申請 passport。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你要填咗呢份申請表。公務員公務員報考考公務員，考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佢係一個盡責嘅公務員。採訪當事人，採訪當事人，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發布新聞稿。誒、跟進熱點事件。跟進熱點事件。核實信息來源。核實信息來源。辦理政務服務。辦理政務服務。服務。服務所以後面那個粵拼不一定是對的，是嗎？唔係，不是，他那個粵拼應該是對的，只是它不是那種普通話的拼音，所以你覺得它是不對，但是實際上是應該是對的。就是，但是粵拼寫的是服務，他寫的是烏。哦，就是你另外搜的時候，它是另外一個拼寫是吧？哦那你就以你那個為準吧。它這個可能有時候可能因為我也是 AI 出來的，然後因為好，對對對對。明白。辦理政務服務。辦理政務服務。發布政策通知。發布政策通知。回應市民諮詢。回應市民諮詢。開展專項整治。開展專項整治。公示審批結果。公示審批結果。哎，對的對的，可以，講得挺好的。謝謝。對，所以我如果按照，因為其實我剛才沒有完全看漢字，因為我會看不過來，我還是主要在看粵拼，所以我念出來的這個發音大致 OK 嗎？可以啊，挺好的。就是我覺得你基本是 OK 的，我才跟你講下一句。如果你是有問題的話，我會跟你重複的。對。好的，謝謝老師。對對對，不客氣不客氣，加油。好，謝謝。不客氣不客氣。還有同學要練習嗎？有練習的話，我們再跟讀一下。對。沒有的話，那我們今天就大概練習到這裡。然後今天大家我感覺都講得挺好的，然後平時就再多練習，然後我們下次再交流一下別的話題。對，大家都講得挺好的，繼續加油。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拜拜，不客气不客气，加油加油。